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打开诸圣之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心。开我眼睭，予我看见一线的心。咱拢需要求上帝帮赞，因为咱基督徒是相信迄个看袂见的，才是决定这个世间关联的。这时，请咱搁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93首。咱来听琴段这边吼，来。我知试炼，知会有时会互咱找无路。当四面拢黑暗的时，咱会求上帝，互咱会记进。伊的恩典咱算袂了，求上帝帮咱，互咱看见上帝恩典真正会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条歌无适合唱伤慢啦吼，总是若无啥适合，咱第一遍较慢的吼。拄着一个有知的规日真艰苦。你到日子希望生命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大项想来记，阮担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主的恩赐你点算会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担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愿上帝恩赐，互咱会当一项一项摕来算，摕来记，请咱备办咱的心。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这时三甲组织要来敬拜，请走我。
就伫主的面前谦卑，伊就会甲恁高升。这是咱三间的吟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吟全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以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会拍开诸圣之意。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心，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那入我耳内，父家微微过来，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耳孔，互我听见至圣的心；开我嘴唇，互我以爱传播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互我为陪伴。用主听他分享世间，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嘴唇，互我保养至圣的心。这是请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三角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这是咱要来交托启用文，启用文17篇。也是诗篇65篇，伫圣诗的后面1029页。我来启，下再来引。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
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欢吟诗。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愿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活命甲平安。阮用欢喜的心，搁一摆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虽然伫阮的生活中有侪侪的代志，填半阮的情绪，重重积压伫阮的心头。恳求主怜悯安慰的灵就临到，互阮通伫你话语的内面得到快乐。也求主出手帮咱，互阮伫混乱中找到方向。主比的天父，阮要为着过去这一礼拜中，阮的行为甲行达，实属有得罪你的，阮要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求主怜悯的恩典，撤销阮的过失。赦免阮的罪过，阮看见家己的无够业，愿意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亲爱的主，阮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侪侪的纷争、战争甲混乱，人类因为私欲、怨恨、计较，人攻击人，国攻击国，充满侪侪的败坏。丧失上主创造人类的阳光甲美好，我们为人类的败坏恳求上帝、上主的怜悯，互阮的心常常有上主的公义甲阮同在，计划改变人类瓦靠家己的骄傲，将凡事拢建立伫基督所带来的愿望中。主，阮特别为着教会中失丧病痛的肢体来祈祷，恳求主你医治安慰的圣手就临到，怜悯遭遇失丧的肢体，求你为因带来大大的平安甲信心，建立伫病痛失丧肢体的生命中。这时，阮又搁要对你的奴仆领受你的教示，求圣神降临到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通过吴牧师的嘴，开拓你真理，成做阮的帮助。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们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第6章第5节到12节。创世纪第6章第5节到12节，和本伫第6页，现代台语的译本伫第10页。伫咱的程序单的后面嘛有，咱会使来看。上主看起人伫世间犯罪真重，逐日的心思意念拢是邪恶，就因为伊做人伫世间感觉遗憾、心艰苦。上主讲：我要对世间消灭我所创造的人，嘛要消灭走兽。特别的动物甲飞鸟，因为我做因了后感觉遗憾，只有那得到上主的恩典，那是义人。伫迄世代的人中间是顺传正直的人，那甲上帝同行，那有3个囝，闪、含甲雅弗。世界伫上帝的面前败坏。充满强暴，上帝看世界拢败坏，因为人伫世间的行罪邪恶。这时圣歌队要来赞美，今日要吟的诗是轻声入我心。
正道牧师今仔要分享的主题：人的败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过去即礼拜，我总共讲7讲，所以我对拜三开始，有人对拜三开始，逐工拢听我讲道。在座有人吼，就亲像我所尊重的毕德生牧师，伊捌安尼讲，伊讲牧师要紧的是讲道、祈祷、甲听。若无听，就无讲道，因为上帝话是道成肉体。活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家庭的生命内底，总是牧师爱注意的是，是毋是牧师的讲道过头自我中心？真歹势，一定有我的观点，一定有我的想法，所以每一篇的讲道，上好的讲道毋是迄种。互人听了，我一直认为是安尼啊吼。上好的讲道毋是，互人听了袂拄久的讲道，毋是吼。有当时啊讲道确实会互人拄久吼。上好的讲道是，到底是牧师你是咧讲家己的话，还是上帝的话？所以逐篇我拢爱一再检查，一再读。我安尼讲，是毋是有合上帝的话，还是只是我真骄傲用家己的话来讲？所以每一篇其实拢爱开真侪时间。我要坦白大家讲，我过去即礼拜其实无啥时间准备，所以嘛要答。其实我嘛要答在场啦，假使对拜三听到今仔日的人讲歹势，因为。确实，这中间有真侪我主观的看法，包括今仔日这篇也共款，我改到早起时8:40分，阁无真满意，因为我感觉有当时会想讲是安那会安尼讲。愿上帝帮咱夫妻，互伊的话赢过人的话，使用咱每一个人，互咱。真正会当听到的，不只是对人，是对上帝。求上帝帮咱夫妻，也怜悯有侪人有限的人所诠释这个话语。所以这时我嘛要邀请你，你边仔的人讲真欢喜，你甲咱做伙做礼拜。爱真欢喜哦吼！我顶礼拜就安尼讲啊，我讲吼。咱爱看珍惜彼此，真欢喜会当坐做伙、住做伙、生活做伙、工课做伙，爱珍惜这个时间。所以看到咱边仔的人，有人甲咱做伙，爱真欢喜，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怜悯阮有限，阮有时袂堪得来诠释你的话，求你赦免阮的软弱，帮助阮，互阮对你的话来得到启示甲启发。求上帝引带祝福带领，使用这个礼拜。以及这段时间，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真侪人就是无读圣经，嘛拢知影大船甲大水的故事。伫台湾至少有4间真出名的大船教堂，所以咱去海边仔会看到，咱去山顶嘛会看到，咱去台中平地。嘛会看到，当时这个大船甲大水的故事，伫古代近东世界各民族
台湾原住民拢有大水的故事。所以，若照荣格这位心理学家的诠释，大水的故事检采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缩影。圣经咧对咱讲，大水是安怎来？创世纪第6章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看见人伫世间犯罪真重，逐日的心思意念拢是邪恶。上帝话真清楚咧对咱讲，伊看见，伊看见啥？伊看见人心邪恶，以及对遮来逐款的歹作为。创世纪第6章1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世界伫上帝的面前败坏，充满强暴。翻译做强暴的希伯来原文是一个真笼统的词，会当包括真侪意思，总是主要咧强调人甲人中间迄个暴力。人甲人中间的暴力，会当指国甲国，会当指社会中人甲人无公义的事件，嘛会当指个人心内底迄款强暴的气氛。所以会当指个人，会当指群体，嘛会当指通见的行为甲心理的层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圣经咧对咱讲，暴力伫地上是对个人、到社会、到国家。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不只是迄个时代，伊嘛咧讲咱现在，甚至是对内面到外口。所以上帝来要败坏，原文是嘛会当翻译做毁灭。即字伫即章内底出现真侪摆。上帝指人的行为证明家己，人的即种暴力的行为已经证明家己已经败坏到极。所以败坏就代表罪的进展来到高峰，已经进入文明。咱所生活的文明，大家角落，总是圣经对咱讲，上帝并无伫即款看见的下面、受气的下面来出手，因为创世纪第6章第6节就安尼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就因为伊做人伫世间，感觉余限、心艰苦。当然，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这是对人类的经验出发来比喻上帝的情感。人败坏到极，所以上帝也忧伤极深。张华顿这位旧约的神学家认为，检采原文有其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照伊的诠释，是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实施一套互相制衡的系统，这个系统本来会当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换一句话来讲，咱看到就是有暴力会产生，咱会看大自然迄个狮、霸、食迄个较弱小的，总是真歹势，伊嘛爱互人食。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世界大自然的真主人有一个平衡的系统，总是想袂到人类的败坏，互伊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失去平衡，所以伊才会做出这款的决定。创世纪第6章第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要对世间消灭我所创造的人，嘛要消灭走兽、得白的动物甲飞鸟，因为我做因了后，
感觉遗憾。上帝对家己创造的世界，对伊创造的人，以及伫中间人造成家己甲这个世界苦难的增加，感觉遗憾，感觉悲伤。遗憾这个动词，照神学家安尼诠释，有可能佫是指这行。换一句来讲，上帝看见这个世间常时失去平衡，到无法度挽回的地步，只好重新过来。这就是大水的由来。上帝方式用一条大水来消灭一切，就亲像转去到创造的大生迄款的混乱共款。上帝所造成的混乱，往往受伊控制，所以迄个混乱甲损害会伫一定范围甲时限内底。总是人所造成的混乱真无共款，因为受罪恶败坏的影响，人的罪恶往往是失控。人会用种族、宗教、国界、政治的色彩来起造人甲人中间的墙，甚至引诱人，然后才对内底来得到利益。亲爱兄弟姊妹，这拢叫做人的罪。然后，这种人的罪，咱会当看见，不断一直来，伫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社会，咱拢看会到，所以咱真正爱特别注意。2003年10月7号早起时6点半，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军事的行动，发射几千粒火箭弹，突破加沙的封锁线，掠侪的平民士兵甲以色列的将领。然后，以色列政府随时宣布进入战争的状态，开始轰炸加沙这个所在。到今仔日，双方拢有几千人来过身，几万人来受伤，更较侪无辜的人受牵连。随上，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当差不多75年来，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恩怨所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锡安主义者主张犹太人的受苦是因为无家己的国家，就开始建议爱起造一个只有犹太人的国家。所以真侪犹太人就徙到巴勒斯坦，因为因相信这是上帝应允的所在。咱来知影，毋是所有原底住伫巴勒斯坦的人拢是穆斯林，其中有真侪是基督徒，也真侪是犹太教徒。1948年以前，实际上不管穆斯林、基督徒，或是犹太教徒，拢做伙生活伫巴勒斯坦。不管因的种族，实际上因本来就拢是兄弟啊。总是伫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欧洲反对犹太主义真盛行，所以犹太人大量移入巴勒斯坦。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开始产生摩擦，然后战争。后来联合国介入来调停，将巴勒斯坦差不多约55%的土地分予当时只有40%的犹太人，然后
45%的土地分予超过55%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无接受，搁一遍发生战争，上尾联军来失败，受欧美国家帮赞的以色列宣布建国。这是拄开始的情形。咱来知影，到即摆毋是安尼啊。到即摆至少超过80%以上的土地是以色列。现代以色列伫建国的中间，开始是用火换土、换领土，等科技、经济甲军事的进步，就慢慢发展成做中东地区的强权。总是因的自由，也起造伫扩展因的领土，限制别人自由，留别人的火才的基础顶头。这也是这个所在被称作中东火药库的原因。1967年六日的战争，1987年巴勒斯坦人人民起义，然后当时主张抵抗运动的组织叫做 Fatah， 就分做驻地政府加哈马斯。咱今仔所知影的哈马斯，后来2000年了后，哈马斯就慢慢进入驻地政府。做基督徒，咱读圣经会对以色列有偏爱。总是我想要请大家毋通将过去伫埃及做难民的以色列，等于现在国家的这个以色列，这是完全无共款的，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哦。请毋通将这两个放做伙揽做伙讲，因为我时常听有人引用圣经讲以色列是上帝的大囝，这出来记第4章2节。这款的讲法，总是请毋通将当时做伫埃及做难民、做游民的以色列来当作这甲今仔日这个国家是共款的哦，完全无共。真明显，今仔日这个以色列国现代国家。无法度来落实上帝上早呼召亚伯兰的这个祝福。创世纪12章第2节是安尼讲：上帝呼召伊的百姓是爱伊的百姓安怎？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真明显啊！现代这个国家完全无法度做到这点啊。颠倒咱看见的。是现代这个国家是一种因为人的败坏的现象，然后哪想要掌握一切，哪想要控制家己，掠做安尼是自由，失控来战争。咱看见的是啥物货？咱看见的是人性的罪性，人类的罪性，伫中间的天现。换一句话来讲，咱要为着这个代志祈祷，不只是为着以色列，咱更需要为着冲突的双方，以及伫中间受苦死亡的灵魂，咱求上帝怜悯，赐落伊真正的平安。就是伫这款罪恶的世代内底，伫上帝眼中来看。创世纪第6章第8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那啊，得到上主的恩典。莫德这位神学家安尼讲，这句话应该颠倒讲，恩典来到那啊才对。就是保罗引用诗人讲。拄照圣经所记载，拢无义人，连一个拢无。在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咱来参考诗篇14篇。总是圣经有缘安尼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下面是有关拉阿的记述。拉阿是义人，伫迄世代中间，人中间是顺传正直的人。拉阿甲上帝同行。经文是用希伯来文上高级的形容词来形容拉阿。什么是义？义就是照上帝的标准来活的人。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义人是安尼标准。然后更加是完全，迄个完全原文只是用一个无下词来描写，这个无下词的意思就是后来演变做人要献祭的时阵爱献无下词即字，所以迄是一个真特别的形容。然后后来咱也翻译做顺传正直，对无下词。咱无下词是啥物货？换一句话来讲，拉阿是信念坚定、公平待人的人。虽然安尼，总是咱爱知影，这头前佫有伫迄世代。换一句话来讲，是拉阿的义是相对迄个世代，咱毋通将人高举甲跟若伊拢完全共款，毋是哦。伊是相对迄个世代，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用人的标准来形容拉阿。总是圣经也表明，拉阿会当甲上帝同行，会当生团、行儿、甲做大船，拢是因为稳定临到伊的关系。这个对咱讲，就是这个世界，跟咱这要到末日啦。人的罪、强暴、战争满全地，看起来改成一切拢败坏啊！总是上帝有缘有稳定，要临到人。这表示啥物货？上帝有缘无放弃。总是伫圣经内底，只有拉阿上时，咱来知影伫圣经内底，拉阿得到两个儿女，就是义甲完全拢无下词哦。虽然约伯也被儿女讲伊顺传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这约伯记第1章第1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两人相对因所伫地迄个世代，因是活出无共款性命的人，所以这也表示，拉阿无应该甲其他的人共款，受迄个特别来的大水所灭。创世纪第6章第10节刷落去，咱读到伊的世系，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拉阿有3个囝。闪、含、甲、雅弗，这是拉阿的世系。虽然经文无交代拉阿因的囡仔属灵的情形，总是这个记录就表示这一家8个人会当得到上帝的保护。检采伊的囝儿也学拉阿的义，检采。拉阿因为伊的义得到的报赏，互伊所听的人做伙得到好事，得到救。无的确，咱毋知影，总是就亲像罗德甲拉合共款。创世纪第6章第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看世界拢败坏。因为人伫世间的行为邪恶，行做邪恶。这句话是大水，就是上帝要毁坏的征兆。咱应该爱问代志，它会变到安尼？是安怎创造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上帝，会对原本创世纪第1章31节讲？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啊！
太到这个时阵，会完全演变到即款的情形。当咱读到上帝，因为人伫地上的行为感觉忧伤，感觉无可奈何的时阵，伊这个时阵就化身成做一个满心축積后悔的爸母。伊一定看见，人类心思意念内底，拢是遐个满度化解的对敌。上帝知影，伫当时的人类身躯顶头有严重的错误指教，安那疼拢无法度挽回。近代的神学家就认为，这段经文也确认一项代志，就是上帝会受到世界的苦难、人类的伤害、甲环境破坏所冲击。因为安尼，上帝也甲这个世界的苦难有共同的感受。换一句话来讲，咱拄到的伤害，不只是人哦，包括这个世界的动物、生物，拢同款。上帝也有同款的感受。当咱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阵，应该明白这项代志。伫上帝的创造内底，无压制甲独裁，伊是用邀请甲温准，就是授权的方式来建立这个世界。因为伊毋是暴力来产生这个世界，伊是用话，伊讲就有这款的方式来建立这个世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上帝毋望这个世界要归于伊的时，伊毋是用霸占的方式、心态来毁灭一切。伊无依靠严厉的命令，互这个世界信靠甲顺服。上帝是用伊的伤心甲反悔，进入这个世界的伤痕甲分裂内底。只有上帝用伊的受伤的心甲忧伤，这个世界才会互上帝的心所统治。所以，当咱读到这个故事的时阵，无应该读到一个拄着攻击的世界，甲一位远远咧看的上帝。因为这个描述是咧描述一个家己业最大、业最值得着、行入罪恶的迄条路的世界，以及一个看袂过人类败坏行为的上帝。所以上帝的心伫遮咧挣扎，伊要审判，总是也带着怜悯甲悲情。总是上帝是安那，伊是上帝，就是伊是公义的上帝。伊会对罪恶厌恶。咱来知影，有罪若无制裁，就是无公平。所以，史上有一宗谋杀案，被告罪证真明确，为所有的人拢一直认裁定有罪。法官却驳回，裁决讲：这个囡仔都有悔改的意思，无需要来听法。但安尼，这款的判决必然引起公愤，扭曲正义。总是这也时常是有罪的世界，甲有罪的人自私的想法。咱总是毋望上帝会当无看咱的罪，咱总是毋望伊着踢一蕊，客一蕊。总是着亲像圣经咧对咱讲，诗篇89篇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慈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
既然真清楚上帝国度起造伫公义甲公平，所以伊若看到不义，无可能无出手，无可能无施行刑罚。所以伫那亚的世代，是罪递到伊的审判，人类的罪通天递到公义的上帝采取行动。当然，上简单的方式，就是毁灭整个世界，重新创造。总是上帝选择的，毋是安尼，伊选择的是修补、修复甲稳定。咱来知影，对犹太人来讲，修补世界这个概念是非常要紧。修补世界，嘛是咧唤起愿意听见上帝呼召的人做伙来的一个行动。伊咧邀请咱做伙甲伊看见这个世界破碎，然后呢，咱愿意负起责任，甲伊做伙来修补。因为伫罪恶的世代内底，咱应该修补的是减轻别人的痛苦，互公义伫这个世间来产生。伫不义的世代内底，咱爱伫冲突的内底创造和平；伫罪恶的世代内底，咱爱将罪恶弃杀，带人行往好。当咱安尼做时，咱就是咧修补世界。其实咱无较敖啦，咱这个有罪人无较敖，讲我都修补世界啦，只是甲上帝做伙同工尔，尽一点仔咱的力。假使咱有法度，互这个世界变做更较好的时，那安尼检查世界就通转去到当初上帝看做好的心意内底。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去看做真重、上要受气、上要毁灭的心意，会当活倒转，改变伊的心意。愿上帝也帮助夫妻，互咱所活、所伫地的世界，有上帝的祝福甲恩赐。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软弱，阮有罪，你也呼召阮，为着这个世间祈祷，为着这个破碎的人类罪恶祈祷，为着阮人所犯的罪，求讨赦免。求你帮助阮，互阮回转阮的性命归于你。求你帮助阮，互阮学习看见这个破碎的社会甲人类的世界，因为人的罪，互相的战争不断，彼此斗争不停。主求你怜悯阮，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领受着上帝，你伫阮这个世界爱阮甲你做伙回应的信息，互阮学习。虽然阮有罪，总是阮愿意甲你做伙来修补这个世界。求上帝怜悯、固守、带领、引带。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这是咱三甲要来吟圣诗，圣诗593首，圣诗593首，拄着试炼，知下为你真艰苦。
请起立吟全首。拄着七连灾的为你真艰苦，地高瑞只希望市民看无路。你所伫的温书大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温书你着算着少。主的温书你减算过了，主的温书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看路烦恼的高心乱乱，要以上帝正通陪世界不讲。你所伫的温书，搁再想来记，要以主的无去日日爱伊时，主的温书你着算着少，主的温书你减算过了，主的温书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想别人有福气见伫大家伙，无伫土气爽享是你有出体。你所伫的温书只阮袂见证，你的宝贝尊贵咸无藏伫天。主的温书你着算着少，主的温书你减算为了，主的温书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无伫瑞只希望上帝应做主，你所伫的温书照顾上来讲，主的安慰帮咱引带到天堂。主的温书你着算着少，主的温书你减算为了，主的温书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兄弟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咱请陈美智执事加萧素娥执事来书献。
敬人，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的圣神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听你的话语，奉献少少的金钱，请你欢喜接纳，祝福阮的圣工，祝福阮敬人小可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请坐。报告大声，咱三个来看这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两遍。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主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诗篇89篇14节，请。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主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诗篇89篇14节。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主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诗篇89篇14节，这是来报告下周的聚会甲内容，周间的聚会甲主日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伫第一页甲第二页。奉献的明细。然后有出入，请让干事来更正。消息报告本周是重阳敬老节吼，咱要发放敬老金，咱要请关怀部这个简称长老来主持。各位平安，真欢喜。明仔载是旧历的9月初9，嘛是咱台湾习俗的这个重阳节。咱教会今仔日要来举办这个重阳节的庆祝吼。因为咱教会是100年的教会，所以咱有100人以上的70岁的这个长辈，壮世代的长辈。咱目前这个统计起都107个。当然的啦，有当时一年嘛有减一寡人，嘛一年嘛拢会加一寡人出来，所以咱维持拢伫正100个即大家。因为这个名单的关系各位看顶礼拜的名单甲今仔日礼拜的这个有可能重达。比如组织长老，伊本来就满70岁但是顶礼拜就无看伊的名，你知影？各位传承长老，我看到真细小，即因咱教会电脑无法度自动跳，所以讲有整起来。所以咱爱看今仔日的周报为准。今仔日若70岁以上，我名卖一个抢安尼好无今仔日若是70岁以上的，搁来说是咱教会有一个情形较特殊，就是讲。真济职伫咱教会，当人不在教会。但个一个人在教会聚会，职无在教会。咱关怀部才拢甲伊广义，拢叫做会友，做关怀、做探访等等。所以讲在座假设若是伫顶头无你的名伫遐内底，但你满70岁，那70岁是爱民国几年？42年厝甲有家己算好，112年减掉年次。迄个就是但是今仔日10月、11月、12月就可能还袂满啦，满70岁安尼算安尼所以讲这名单若无的人无要紧，会后你甲去找咱常年团契的会长、庆祝长老遐去报，因为我今仔日传的这个敬老金敢名单甲有，名单内底无，所以今仔若在座有来这咱教会聚会，但名单无。去找咱的关怀，迄个少年部的，迄个少年团契的会长，即登记后间甲补发人安尼好无？看你是70岁，是80岁，是90岁。咱真欢喜，咱100岁以上，咱有一个，你知影无要发5000块。90岁甲99岁有6位要发2500。80岁甲89岁有33位，要发1000块。70岁甲79岁要发500块，有67位。以上满70岁大家的长辈心头起立一下好无？咱还有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祈祷安尼来，咱过来说，咱这里重阳节庆祝伫第一场的礼拜咧庆祝，因为第二场欢喜的迄个长辈较少，所以讲第二场的人若假设到时的8区的区长，我会甲这个礼金会后了后的区长咱8区的中正区志平长老。今仔宜陵执事来代理，青溪浩杰长老，但是伊今仔可能做第二场，
会用来伫迄个柜台台遐找我地理伊迄个清溪区的吼。啊，艺文区嘛是找我本人吼，伫迄搭遐咱签名。啊，佫选哩大有区维明长老，哦啊，县府区银亨执事，啊，佫来桃园区是素颜执事，山阴区正义执事无来，但秀柱执事来代理吼。啊，佫来是啥？中山区迄个传进长老，好无吼？那咱请牧师来祝福者。来，我来带大家做伙祈祷吼，爱恭喜咱年厝较少，咱的年厝较少，心每一天爱活了哪来哪少年。不管咱有伫这个名单，无伫这个名单，咱其实拢爱珍惜咱身躯边的士大人。台语讲士大，其实是有意思的哦。是咱爱对因身躯顶头，咱爱活出迄个士大人的智慧以外，嘛爱互人学着咱的迄款的智慧啊！吼，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的年岁，互阮的年岁加添。总是阮知，阮哪加添就哪爱活伫上帝你为阮祝福的手中。求上帝帮咱扶持，互阮日子活了，搁较自由，搁较有上帝你甲阮做伙伫地气力，帮咱扶持，互阮日子活出上帝活力、上帝智慧、上帝怜悯，那活滚你，求上帝祝福人在，互在座所有的士大人。愿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拍扑克来多谢，这个徛伫咱中间的士大人，且毋通伫这些时阵拍扑克尔吼，平常时嘛爱安尼哦吼，看到因爱起身让座哦，吼，请坐，请坐，好，请坐，请坐。好，真感谢吼。啊，今仔在座有来有徛起来，今仔因名单有无徛起来拢无要紧。伊的家属，还是伊的会长、伊的区长，拢会甲送甲伊府上去安尼吼。以上。报告事项第二，团队部甲第三处的圣诞节筹备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701要召开，请部员甲相关的同工来出席参会。下主日10月29欢迎伊玛瑞里教会。连永明牧师到本会来正道分享，并且为着伊玛瑞里教会的建堂来募款，请为因的事工来关心甲代祷。教会消息，汤教会新朋友的欢迎茶会吼，伫10月28拜六3点到5点，伫咱教会6楼副堂，请欢迎邀请新的朋友三甲共同来参与。汤教会138周年甲福音主日，咱要伫11月初5的主日9点半开始吼，9点半到11点半是有即个亚东剧团的金花的演出吼，11点半到1点咱是爱餐联谊的时间，1点到2点半咱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吼。所以地点是伫教会4楼的礼拜堂，欢迎大家邀请咱的朋友共同来参与。咱伫即个新朋友邀请名单伫咱的即个节目单顶面吼，请大家尽量来使用。爱餐的地点是伫6楼副堂甲705的教室。具体的消息，李文正、李依兰夫妇的妈妈。李刘淑云女士一定伫10月16日伫台南殡仪馆举行告别式。本会陈各明弟兄、林丽玉姊妹的先生伫昨昏10月21日顶埔伫咱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另外翁俊礼弟兄伫10月21日嘛是同款，昨昏伫下晡伫咱教会举行追思的礼拜。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来吼，我想我只是要请国民兄的查某囝、囝婿甲孙，
因今仔日拢有来到咱中间，我要请因徛起来，然后大家致意，好无？多谢咱大家啦，吼，来，请徛起来。咱会当卖拍破不要紧吼，大家鞠躬吼，致意一下，多谢吼，多谢。请坐，请坐，请坐吼。我邀请因起来，是因为我要邀请咱大家为因祈祷。最近，我讲过，我顶礼拜讲7场，其实，对吼，我们从安慰礼拜、入殓礼拜到告别礼拜吼，咱爱特别为着因全家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咱嘛爱感谢上帝，煞国民兄的痛苦，求上帝也切去因毋甘的目屎。请咱特别了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特别是为着遮个最近拄着所疼的人过往，咱求上帝特别怜悯，甲伊做伙伫地，请用实际行动祈祷，或是实际话语，看到因的时阵来揽一下，来握手，来加油，求上帝特别扶持，互因也通伫这个失丧的过程内底得到安慰，加得到鼓励。第二项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刷来这2礼拜，其实咱拢有任务。后礼拜拜六刷来，咱有一个新朋友的欢迎茶会，要欢迎咱教会过去这个新朋友茶会已经足久无举行啊。今年咱爱感谢关怀部，伊阁继续来举行，毋望会当召集最近以来到咱教会新朋友，透过这个欢迎会欢迎进入教会，同时也透过这个欢迎会，毋望更较侪福音朋友会当入来到咱教会，求上帝特别扶持祝福。特别伫2礼拜后的礼拜日，就是咱教会生日。今年咱教会生日要做伙来看亚东剧团的这个戏，然后伫昨昏这日阮有开会，会将这个时间，咱即摆看到这个时间阁无啥准吼。迄个阮已经决定，就是这个时间会分做顶半场甲下半场，所以这个时间会延续到11:50左右，然后是分做顶半场甲下半场，所以到时阵要邀请咱做伙来看戏，也做伙来参与，毋望咱拢伫这个看戏的过程内底，真正领受到上帝祝福，伫咱中间的快乐甲信息，欢迎。要邀请咱，我毋知影，其实我阁毋知影，咱有偌侪人已经写后壁即个新朋友的邀请单吼。若还未写的，你有感动的，请写落来，然后咱的教会的干事伫即礼拜内底，恐惊就会寄这个邀请这邀请卡出去，甚至就开始展开敲电话，也是关心的代志吼。我会收集这个名单，然后。毋望会当一个敲电话来邀请这个新朋友，求上帝特别扶持引带，互咱透过这个行动，真正做上帝的听。伫这个世间，咱爱去做，爱咱去传要紧的任务。求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这是咱三甲来因上营391首，上营的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阿拉天天主宰，从这天地高下，不满意，朗朗。
阿拉三位一体，白行诚心。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也这请坐，祝歌。电乐灭岛。平安礼，请下者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